啦，你若死存我一个是要安怎？阿爹！少爷，李小姐甲李姑爷转来呀啦！我转来去转来啦。阿爹，你免去死啦，阿爹，你个真多啦，爹。拢转来啊！兄弟，喂，阿爹想来倒啊，遮？我嘛唔知，迄是拄则看到你目睭才搁紧起了。我定前有来咧讲哦，讲我昨日后尾有影惨叫一声都混迷不醒到即阵啦。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安尼大家拢食够啊！还搁一斤的啦。还搁一斤啊！爹，你是安怎死？阿爹！安尼，无你是靠啥咧靠衰哦？阿爹好人啊，无安怎，要死嘛你靠哪死？哟，唔好讲。阿爹，你有啥物代志咧偷开啊？大姐，阮叫人爸袂死啊！你莫安尼遐大力甲摇啦，无死嘛你摇甲死去啊！对，某，你安尼吼，安尼拄则安尼伤大个啦，你莫遐大个，莫遐大啦。我激动啊！我搁较讲也是恁两个囝婿对我较友好。哦，阮查某囝喙烂水有够高，安尼甲我碰到规面黏贴贴。我就讲吼，我有2间厝伫个，迄一人一间互你，一间旧的，甲一间新的吼。我甲你讲，这是一罐锁匙吼。头一支吼，这是冰箱的；第2支是仓库的；第3支金库；第4支保险箱。你着安尼好啊保管嘿。爹，这一支你无先开一间我看，我也知影回啥，我袂晓啦，爹，你莫死啦！我即摆上袂放心的，就是你安尼身体阁无好，我即摆若去苏州卖咸鸭卵吼。哎呦，看你要安怎就好。你放心啦，你免烦恼啦。你若真是要行，我做你行无要紧啦。我是大查某囝，咱安尼哦，我会照顾啦。你会照顾你的小弟会哦？啦。哦，那呢新厝吼，新厝要啥？迄新厝。阿爹，迄个阿庆吼，伊哦住较远啦，我吼住较近，要照顾小弟哦较方便。无吼，我住新厝啦吼。要啥？你来这边来。干嘛？等下，唔通我对，我甲你讲哦，迄身份证会记得烧我迄，阮来好桥，若无身份证袂得过哦。再见。阿爹！我最近比较烦。公主，食淡薄果品啦。公主啊，你吼最近拢一直咧守灵啦，拢无食淡薄物件吼，迄身体会怕歹呢。我要哪食会落啦？自阮阿爹哦往生了后，我两个仔搁嫁出去，剩我一个，一针人要来关心我，要来照顾我。公主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是讲吼，你敢有决定讲以后要较啥大哈？是哦，我当只敢若烦恼阮阿爹的代志，都烦恼袂了，无想到遐去啊。是啊，是讲吼，老爷在生进前吼，上袂放心的，就是公主你啦。伊会甲迄2间厝要交互2位姑爷，嘛是希望讲姑爷甲小姐会当甲你照顾，会当甲你斗相共。毋过吼，老爷还袂交代好的时阵吼，就来过身去啊。我是咧惊讲吼，以后会出问题，会有纠纷哦。哪有啥物问题啦？厝一项一间清清楚楚，哪有啥物纠纷？若亲像你讲的这尔简单吼，当然嘛无问题啊。毋过你甲看啦，这新厝吼，这尔水，这尔大间着，迄旧厝吼，旧凹旧臭。就比如讲啦，一领新衫一领旧衫，你是要爱新衫旧衫？遐着我问，较戆嘛要穿新衫，较水较拍。对啊，你就会安尼想着无？我是咧想讲吼，老爷伊的意思就是讲，
你若要搁上大，一间水水的新厝吼，就要送互啥？啊，毋过老爷还未交代，还未决定就来过身，即马吼，就爱靠你决定啊哦。二姐我较敖咧，阿爹吼过身了后，所有的丧事、所有的后事拢伊一手包办咧，佮处理甲真好。然后二姐我甲他斗3工吼，相信阮家财产会处理甲真妥当。你话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恁二姊夫人吼，心机较重啦，我是惊伊讲吼，你以后会吃亏哦。啊，这敢是讲准啦，安尼嘛袂要紧啊，我还有阮二姐咧啊，阮二姐甲我这个小弟尔，伊一定好好照顾我。啊，二小姐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啦，老爷在生的时阵吼，啊伊就是拢嘛占名啦，无认输，啊，逐项代志拢嘛要抢甲对啊，连大小姐都无伊的法啦。但是伫咧讲呢，迄查某人吼，若嫁人了后，拢嘛是听翁的喙啊，对无？我是咧惊讲吼，你以后真正爱家己靠家己哦。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啊我毋爱去，我搁阮大姐甲大姐夫。那两个人比起来吼，较是有影恁大姊夫做人佫老实，啊佫憨直，上无吼，伊嘛较袂欺负你啊。毋过吼，我吼甲阮二姐吼讲较有话咧，甲大姐吼拢讲无两句话就断去啊。我是咧安尼甲你提醒啦，要听毋听吼，就随在你哦。这句嘛，哈，罢了啊！哎呦，阿爹喂啊，阿爹，你嘛甲我讲一下啊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啦？想袂到像这个死查某鬼啊，竟然甲逐尾后壁讲我的歹话，哼！伊真正甲天公照胆。啥物甲天公照胆尔？伊迄有私心的。有私心？啥人讲？我看伊几落摆哦，恁小弟哦，对伊感情诚深。对伊感情真深。那这点，当初我爹就无去想到，伊会请查某囡仔无请主动，一来是因为讲请查某囡仔会较认真，二来伊是希望讲将来会当甲收开做偏房，通我开枝散叶。做偏房，但做偏房也无权无势啊！你也想啊，亲门啊，甲恁小人斗尔遐久啊，你问看伊毋看要做偏房毋？到阿囝已经拢死啊，啊两个小姐拢已经嫁出去啊，啊亲门到时哦，将恁小弟的心落掉的，哼！财产拢伊的哦，伊管哪你偏房啊正房？伊毋敢安尼做。毋敢安尼做，假使若大姊甲恁小弟住做伙，等你嘛知恁大姊迄种个性，伊若家己快乐欢喜就好啊啦。时到啊，遐个财产，阮家的财产啊，真是去互亲门落掉的。哼，时到咱两个靠找几靠无白啦。是讲，相公啊，你讲遮尔啊济话，你是毋是想讲要霸占这间新厝？当我安尼做，嘛完全为了恁小弟啊。我这亲门哦，分明伊就是互你遮啦。哦，咁安尼，相公，啊无安尼呐？恁兜吼遐尔啊好个啊，这新厝吼也互大姊住，咱两才带小弟来去住旧厝，通好照顾小弟，你感觉安怎？你若欢喜就好啊，随在你的意思啊，无咱问恁小弟看卖。相公，你这个戆大呆，哼，是啥物人哦？死过袂晓紧大病。阿婆，乃我拄仔所讲的，你毋着迄个同感。迄当然的咯，还佫有，假使这若是阿爹的意思，是啥物人有法度改变小弟的心意？也毋过，阿爹要死的时阵哦，也无交代啊。迄旧厝要互啥人，新厝要互啥物人啊？阿爹死啊，你敢毋死啊？无你这是啥物意思？人惊人是惊死啦。人惊人。哦。安尼我知影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恁囝。那你即摆伫咧惊啥？你看清楚我啥？哎呦，你不要惊死了啦！你做鬼是要吓惊我的哟！哎呦，恁囝，
咱要人做鬼人去惊，你叫我穿安尼，我毋知去穿安尼，安尼毋才有伤鬼。看你阁有理哦。啊是讲我叫你做鬼，你无代无志，摕这稻草要创啥？你个毋捌会？这个稻草这偌好用咧，迄也真加气氛啊！迄鬼仔人要出来，是毋是拢也有这个烟走起来？所以我炸这稻草，这火啊点袂顺咯，伊阵咧烟就走出来，气氛是毋是加剧恐怖？哟，真加气氛。哟，有理，安尼好。你爱有烟，才有气氛，无毋对。来，烟来呀！可能较老啊，塞无啥烟。你看，这个天咧做啊，我烟来烟过来，你看。稻草的呢？听咱小弟咕咕声哈，赶紧准备，咱照计划行事。那阮姊啊，叫我来遮，毋知要创啥。无看伊人，安尼啊，姊啊，无你是咧安怎啦？嘿敢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吼？带共经厝啦，你着明仔载再甲我讲就好。安尼3更半暝甲我休起来是要创啥？无咯，姊啊，是你叫我来，讲你有代志要甲我讲诶。那你是咧讲啥？你等我喺门口，安尼甲休较大细声，我是免哪困。你讲有代志要甲我讲啊？无啦，这是你叫我的啦。哎哟，你唔信，你等下去问恁这位，迄着你叫我的啊。你叫我的啦。温柔的，温安的。安尼。喂，表情哪歹看死？啊！你什么人啊？你一个不好囝儿啊！恁爸死无几工尔，连恁爸你都毋捌。哎呦，阿爹，是阿爹，你别惊啦。阿爹，是你，阿爹，我真想你。等下，你毋通过来，因为我即摆是阴间的人，你是阳间的人，咱两个田无交，水无流。假使你若活来，会伤害你的身躯哦。你田无交，水无流，你会死亡苦啦。恁爸是鬼咧，你咧讲话要骗鬼哦。阿爹啊，你嘛捌讲到的呢。你拄我过身无偌久尔，就交甲迄个朋友，这么讲这家己厝啊，交朋友咱就请伊来替做你咧。我有带朋友来。